手太陽小腸經，手月少澤，末月聽宮，主治腹部小腸與胸、心、咽喉嘅病症，某些熱性嘅病症，神經方面嘅症狀同頭、面、頸、眼、耳病症，以及本經脈所經嘅部位嘅症狀。小腸經嘅經脈發生異常時，小腹前遲而痛，心翳悶，頭頂痛，容易腹瀉，手腳寒涼，吸收不良，虛肥，肩周炎。小腸經響消化機能中佔有相當重要嘅地位。小腸經堵塞會影響人體精微物質嘅吸收，人體會變得抵抗力下降，體質變弱等症狀。小腸經嘅機能衰退會使身體不調和，並出現各種不舒服嘅症狀，如眼睛大黃、耳朵重聽、面頰、喉嚨腫痛。上臂至爪部呈現麻痹、疼痛嘅症狀，頭重頭痛嘅感覺。練氣功可保持小腸經氣血嘅旺盛通暢，減輕不愉快嘅症狀。小腸經係主液所生病者，亦包括月經、乳汁、白帶、精液，以及現代人稱嘅腺液，如胃液、胰腺、前列腺同埋滑膜分泌嘅滑液等。凡與液有關嘅症狀，都同小腸經不通暢有相關聯繫。小腸經係有調控產婦乳汁分泌嘅重要經絡。如果產後乳汁不上或量少清稀，通常係小腸經經絡堵塞不通。我哋要培補氣血，用氣功使氣血通暢小腸經，同埋促進乳汁分泌。當打通小腸經時，氣血旺盛通暢，身體慢慢會變得強壯，並且可以調理慢性腸炎、散氣等問題。